来关心天气哦，未来一礼拜受到低气压的影响，台湾各地天气拢无介稳定。佮加上目前太平洋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虽然结做风台的几率无大，也毋过拜五、拜六挖进台湾，到时阵哦，台湾卖落大雨。日头有够大，真侪民众家伫路里是哪行哪美日头。毋过，这种烧热的好天就要结束啊！气象署表示，未来一礼拜受到低气压的影响，台湾各地天气拢真无稳定，提醒民众过昼了后要注意西北风，也是低时间闪大雨的状况。每一天下午可能都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。到了礼拜三，低压会逐渐的远离，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情为主。礼拜四、礼拜五，东边的水汽会再度的移入。今仔未来是不是还有风台形成？气象署表示，目前太平洋的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，预估拜五、拜六会上接近台湾，到时阵会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雨势。不过要形成风台的几率是无大。我们目前还是认为它要发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哦。不过我们还是不排除，所以未来这一个低压系统，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天气在周末的时候，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，可能会稍微再转差一些些。气象署提醒，拜一中南部地区过昼了后，可能会出现低时间的闪大雨、强降雨的状况，提醒中南部的民众要注意水沟啊、敢有通排水的状况，嘛要留意海边啊有大涌发生，提醒民众唔通挖进海边啊，避免危险发生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